家人们想来新疆落户的，现在来咱们都有地、有房子、有职工，想来的就抓紧来喽！可以改变，挑到1000啊！主播明天晚上开始给大家，就是每天晚上我也一个人，人家是3个人去落户，你是一个人跑上来没事干着，你跑干啥呢？你不落户着你干嘛来了啊？人家是3个人落户了，其他人不上来，先一个人上来，在这边先住着，知道吧？啊，家人们给主播把红心飘一下，就是今天咱们加个油，给主播把红心飘起来。明天主播啊，给大家再搜集一些咱们这边的地的视频和这个团部的楼房的视频，你们再看一下啊。就明天晚上咱们再看啊。就是这2天咱们就是给大家多说一些这个，你们能看到啊。一个人落户一个人不要，一个人只能来阿拉市啊。阿拉市城市落户，阿拉市是城市落户啊。一个人只能来阿拉市啊。家人们想连麦的都可以申请跟主播连麦啊，想连麦的家人们都可以申请跟主播连麦啊。大儿子20啊，女儿18，小儿子7743啊，是几团啊？这个尾号02776啊，你这女儿18周岁过了没？如果你这女儿18周岁过了，你们家再来一个人，5个人享受上80亩地啊。如果说18周岁没过，就40亩啊，就是你们家再享受一个人，就是80亩，就是把你爹妈的和是谁的户口来上一个啊，都可以一个户口本上的啊。我连一下你啊，忘了一个人带2个老人，一个人只要符合18到35岁可以的啊。那你30多，我一个人弄不来啊，宝贝啊。等着去，我一个人把你弄不来，除非你跟你爹妈的可以啊，2个人也不行，最少3个人啊，最少3个人。就是尾号0276，我跟你说啊，你们家最少再带1个人来了，就你们家的这个补助就能享受80亩地2个职工。主要你这18周岁的这个孩子，18周岁过了没？过了就可以来啊。这个博成勇，你们家的准签证你咋办下了？迁移证你咋办下了啊？你抓紧给我说一下，现在这边要赶紧落户呢，还差40户左右了，再来就没有地了，你这不是吃亏了吗？我跟你说，你们家现在是空挂户着呢，你要现在想办法赶紧把户落合适呢，就是那个啥了，你就要不现在先记上来，或者你自己坐飞机过来都行，反正你现在要赶紧把户落实到这个地方啊。听说就是今天已经寄过来了，寄到新疆这边来了吗？我说你重办了一下，寄过来了吗？这次发了顺丰是吧？你把微信给我。Hello， 家人们好，欢迎有缘翻开主播的快手的家人们，你们好。关于我们3口之家以上的家人落户到美丽富饶的新疆的南疆，您都能获得哪些最高补贴政策及相关事宜，请加主播的微信，也欢迎来到主播的直播间啊。关于我们符合3口之家以上的家人要求的年龄，女的18周岁至35周岁，男的18周岁至40周岁，也就是说您这3口之家以上的家人，只要有1个人符合这个区域的年龄就给你提供一套全新的精装修的拎包入住的一套崭新的楼房同时符合职工的年龄
每个职工给你配备35亩土地啊，35亩土地都是熟地啊，我们接管过来就会当年产生效益。另外，我们不符合职工的年龄的家人们，政府还给新的政策，你想做生意，政府给你提供3年的商业房免租金的，不但是免租金的，3年都有相应的4扣到6扣的补助，连续补3年。另外，我们符合落户的大学生的家人们，还有补助，每年有6扣的大学生补助，连续补3年。还有我们子女教育这块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年每生都有补助从1250米到2000不等的补助不但我们整个上学的流程是全程免费的，而且每年都有补助政策相当的暖人心，政策相当的宜人符合条件的家人们，符合条件的年轻的朋友们，您就积极的参与，莫失良机机不得失，失不再来。也就是说，我们装修好的房源是有限的，土地是有限的，招满就为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加主播的微信，您加了主播的微信，主播会给你发权威性的文字资料加视频资料，也欢迎我们在直播间里一一的交流。好，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晚上好欢迎我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们都在关注着主播的直播我们今天晚上在直播间里和朋友们来分享2个话题我们第一个话题是我们关于3口之家以上的家人落户到美丽富饶的新疆南疆，您的3口之家都能获得哪些最高补贴政策及相关事宜请在主播的直播间我们一一的交流。我们要求的3口之家以上的家人的年龄，女同志要求的是18周岁至35周岁，男同志要求的18周岁至40周岁。也就是说，您这3口之家以上的家人，只要有一个人符合这个区域的年龄，无论是男生无论是女生就给你提供一套全新的精装修的拎包入住的崭新的一套楼房，包括屋里的生活设施，电视沙发床被子被罩等等，一应齐全全新的，这叫拎包入住。同时我们符合职工的年龄，每个职工给你配备35亩土地而且配备的土地都是熟地，我们接管过来，我们当年就会产生效益另外，我们子女教育这块，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年每生都有补助，不但我们是全程的免费而且每年有1250米到2000不等的补助。另外，我们落户的子女的孩子们，大学生还有大学生的相应补助，连续补3年，每个大学生连续补3年，那每年有6扣的补助另外，我们不符合职工的年龄的家人们来落户了不符合职工，享受不着职工的待遇了，政府还对你这个家庭有相关的政策想做生意，给你提供3年的商业房免租金的不但是免租金的3年，而且每年有4扣到6扣的补贴机会相当的难得的机会。符合条件的家人们，符合条件的年轻的朋友们，莫失良机，积极的参与。我经常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说，
房源有限，土地有限，招满就位置。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加主播的微信，主播会给你发视频资料及相关的文字资料。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我们江苏省泰州市远达家私集团的一个分厂，也叫一个总厂，面向社会招募工人阶级，年龄放宽在58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身体条件良好的朋友们，您就积极的参与，工资待遇还有生活方方面面都很暖人心，莫失良机。尤其我们超龄的家人们，这对于我们超龄的家人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打工的机会，而且这个工期到年底，明年想续干还有。希望超龄的家人们，想到这个公司来做工的家人们，您就积极的参与同时主播也会给你发相应的文字资料加视频资料。我们今天晚上直播间大家好，我们主要是针对农民工招募去新疆、南疆参加工作、企业招工及团厂招工，提供土地，提供免费住房3年，提供子女教育免费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房间，欢迎大家关注。